罗西亚伫咧明年3月要举办总统大选，各界认为有可能是现任的总统普廷选赢。不过有一个反战的查某记者邓佐华，即届嘛登记要参选，伊嘛承认参选会真惊吓，不过嘛认为应该爱互俄乌的冲突收煞，而且爱推动改革，莫阁互罗西亚和西方国家继续来分裂。到俄罗斯中选会交参选的物件。俄罗斯前电视台女记者邓佐华登记参选明年3月总统选举。虽然各界有记现任总统普廷将会得到压倒性的胜利，不过邓佐华依然决定出来选。伊讲出来选当然会惊，不过绝对袂对恐惧屈服。Мне не то чтобы страшно, страшно подвести людей, вот,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взяла на себя таку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, нужно до конца. 今年40岁邓佐华有3个囡仔，因认为可能无人强应该赶紧结束俄冲突，转到谈判桌，释放政治犯，并且进行重大改革，来阻止俄罗斯甲西方国家陷入铁幕分裂的新时代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偌久了后，伊一系列的法律实际禁止俄罗斯的媒体把这场冲突叫做战争。邓佐华接受访问时阵，也尽量避免使用战争这个名词形容俄冲突。伊无认为伊是反对派人士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友好的俄罗斯。不过，伊就要伫咧明年1月底进前，摕到30万份连署书，才有参选的资格。普廷今年71岁，1999年将权高之马，在这段期间担任俄罗斯的总统或者是总理。若是明年搁选掉，将会当搁再执政6年。Я думаю, что нет смысла какие-то применять меры, пока кабин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. Мы действуем в рамках закона.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зитивная повестка. Да, у нас мы не против, мы за мир и за то, чтобы еще какие-то процессы происходил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.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хорошо. 不过，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被判30年的徒刑。最近传讲，伊伫咧移监的时阵失踪。纳瓦尼并无出席这礼拜日有定的听证会，已经15天无出现，也无甲律师联络。纳瓦尼的团队已经向要甲200个俄罗斯的审判拘留中心发出请求，不过一直拢无找到人，互国际社会更加担心伊的健康状况。因那普廷伫最近是对本人家己北约警告讲会出问题。并且表示将会伫咧俄国的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军区来做回应。普京强调，无论伫咧地缘政治、经济或者是军事方面，拢无兴趣甲北约国家交战。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。